第一件代志，咱为着咱本身来祈祷，求上帝会当安静咱的心，互咱的伫这礼拜的过程中间，让注目伫上帝的话顶面。咱为着家己来祈祷，请咱出声来祈祷。现在从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，充满稳定伫阮的中间，求你甲阮三甲之地，保守看顾阮的心，互阮的心得到安静，互阮的灵也当安稳自在，互阮伫今日礼拜中间透过你的路卜来传讲信息。你的话就进入阮的心，帮助阮更较明白你的心意。求主帮助阮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咱也特别为着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来祈祷。咱为着苏辉，为着苏琴，为着要传讲信息的不信大力牧师，伊今日特别为着玉山新行医来。甲咱做伙分享报告，咱也特别为着玉山新行医，即个奉上帝的名所设立的行医，为着培育原住民的即个传道者来设立的，咱特别为着即个行医来祈祷吼，咱出声来祈祷。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，互阮伫礼拜中间会当甲你亲密的交陪。阮特别从今早起服侍正当工，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。特别今仔是玉山新行医的纪念主日，阮恳求主你透过不信大力院长伊所分享的信息，互阮更加了解你伫即个行医中间的计划，也当以圣神的感动下面，做伙来参与伫行医的建设。行医的事工的推动，恳求主你保守看顾。我也将今早起的诗会甲诗琴，而且同工，拢仰望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带领看顾，保守一切的事。感谢主。咱也特别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求上帝看顾咱的教会。虽然伫疫情的中间。咱犹原直直徛在无论伫实体的礼拜，也是伫线顶的礼拜，所有的兄弟姊妹拢继续有教会信仰生活。也求上帝带领保守看顾双连教会，互双连教会能够较认真推动逐项荣耀上帝的事工。咱出声来祈祷。现在主，阮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。求你亲自赐福看顾，也名得到荣耀。求主，阮的教会中间同工，双连教会这段疫情的中间，犹原得到保守。无论阮伫实体的礼拜，也是伫线顶的礼拜，兄弟姊妹，拢会当继续保持阮的信仰生活。用阮的生命来为主做见证，求主你亲自带领看顾，保守一切的事。感谢主。咱拢有通过新闻知影，伫顶礼拜，即美国的俄湾长老教会、台湾长老基督长老教会有发生一个凶杀的案件。咱特别为着这件事来祈祷。特别咱为着因为要救人来失去生命的第达志医师的厝内底人来祈祷，求主亲自看顾、带领、帮助。咱来祈祷。希望主恳求你赐福看顾。咱特别将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发生的这件事，仰望伫主的手中，主阮实在是无明白，为什么有人会当因为意识形态无共款，就造成这么大的伤害？求主怜悯，也恳求主你看顾第达志医师的遗族，每一个人得到你的带领、保守看顾，特别是伊的老母。求
求主亲自安慰因，互因伫这悲伤艰难的过程中间，有主的引带带领，主愿恳求你赐福、保守、看顾，也互这件代志，阮共同去面对。这个因为意识形态无共款，所带来的伤害，求主能化解这个伤害，互阮伫你的厅顶面享受永远有公平公义的世界。求主你赐福看顾，感谢主。咱也特别为着咱所徛起的这世界来祈祷。这世界还有充满真侪战争、纷争伫咱的中间，咱拢出声来祈祷。现在主，阮特别将阮所徛起的这世界，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赐福。特别伫乌克兰甲俄罗斯也搁咧小战，求主你亲自保守看顾带领。这战争会当赶紧来结束，这无辜受害的百姓会当得到真实的平安，像你所享受真实的公义甲和平，临在伫这个世界，求主你亲自带领看顾一切。现在主，阮伫礼拜开始进前，伫你的面前安静阮的心来向你求讨。求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教会中间，保守看顾阮所祈祷的一切。阮特别将阮本身、将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，以及阮的教会、阮的国家，以及这个世界，阮所祈求的一切事，拢交在主的手中。求主你亲自带领、保守看顾，你的恩典充满伫阮的中间。你所享受的公义、和平、仁爱，遍行伫阮这个世界。求主你亲自伫这个过程中间掌管，享受阮福气以及恩惠。特别伫疫情的这段时间，求主保守看顾伫实体礼拜以及线顶礼拜所有兄弟姊妹，我们当心的敬拜得到你的欢喜。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。阿门。
来呀，咱着学了上主，来拯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
咱来用感谢的心来到伊的面前，咱来伊欢喜来唱歌，因为上主是大权能的上帝，是超越万王的大君王，伊统治全地，对上深的地到上悬的山尖，伊管理伊所家己创造的海洋。伊管理亲手塑造的陆地，来啊！咱着归了敬拜伊，来创造咱的上主敬拜。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牧养的百姓，是伊手的羊群。恁即马着听伊所要讲的话，让小姐大家平安。伊疫情抑个真严重时阵，感谢上帝，互咱会当伫主日的早起做伙来敬拜上帝。这时，请咱三个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51首，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。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宇宙、造化万物的主宰，阮的天父上帝，通过你奥妙圣手的作为，你伫无共世代演变中，有时将关山变作海洋，有时将大海变成平地。阮在伫世间时常变迁的时，
你对阮的应允，永远拢无改变。阮有平安，是因为你救阮脱离灾害；阮有喜乐，是因为得到你的恩典甲祝福。我要献上阮的感谢。怜悯人的上帝，这2年来，阮的世界受到肺炎病毒的侵害，互阮失去原来平安繁荣的生活。加在有你的保守甲看顾，以及防疫甲医疗人员的帮赞甲付出，互台湾一直拢真平顺来经过。但是最近因为病毒快速的演变甲传染，恳求主你医治、保护也未注意放下的朋友，以及侪小朋友，互因会当保护家己，养成好的卫生习惯，通来闪避病毒的侵害，互阮大家赶紧恢复正常的活动，甲平安的生活。听阮世界人的上帝，当阮徛起伫即个忧乱纷争的世代，有人因为政治理念偏激，心内充满怨愤，行为暴力由阮中间。前几日伫美国南加州教会发生的枪杀的事件，互阮失去原来的平安甲自由。恳求天父上帝扶持安慰，为着阻止亲手来牺牲的陈医师的家属，以及侪受伤住伫病院治疗的亲人。互因我靠你会当真紧来度过这个困难的时刻。特别最近，阮也伫电视中看见俄罗斯的掌权者的野心甲贪婪，侵略乌克兰，互原来安定平静生活的人民，为着要闪避战争的灾难。当阮看见因惊吓丧胆逃亡的眼神，阮实在艰苦甲毋甘。恳求天父上帝，你怜悯这会受迫害无辜的人民，安慰丧失性命的家属。常时恳求圣神做工，来阻止这种残忍迫害、侵略的行为。稳定的主，今日是玉山神学院纪念主日。阮少年早前信仰的前辈，去到伫花莲去做培育宣扬福音的工人，高大毕业的学生遍满台湾各角落，特别是偏乡的山区，因伫遐结出丰盛的果子。伫过去日子中，神学院捌拄着侪财务、学务的困难，因为有你的引带甲带领，互侪人感动，愿意负担奉献因的财力甲金钱，所以无因为安尼来欠缺衰微，反倒当更加勇壮，培育优秀、忠心的牧者。甲社会工作者，恳求天父继续施恩，伫院长带领的团队有纯正的信仰，来启发引带这学生，并且感动更较侪青年愿意献身、接受造就，来成做你尽忠的奴仆。慈悲的天父，阮机体中间有人身躯欠安，倒伫病床，
有人心神软弱，失去愿望；有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惊吓不安；也有人失去至亲，心内悲伤。求你照阮的需要，来医治、安慰、补足阮的欠缺，互阮大家拢伫你看顾的下面，通得到满足甲平安。祈祷不够野，阮大家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，做声安尼讲：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子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苦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这是请咱来交托启用文第8篇，伫圣诗的后面11页。启用文第8篇，伫圣诗的后面11页。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快乐。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，虽然掀起刀兵攻击我，有枪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前保护我，将我藏伫伊宝瓶看捌的所在。当我的头壳得到热气，我要伫伊的宝瓶献欢喜的祭。耶和华，我出声求救的时，求你听。你捌讲，恁着翕幕见我的面。毋通对我黄你的面。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，因为父母离开我，耶和华，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。这是要请圣歌队来赞美。因为带咱来敬拜上帝，因为今日诗是着来学了主。我。
谢圣歌队用真水的歌声，带咱来敬拜上帝。这时，请咱三个人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后书第5章16节到21节。新约哥林多后书第5章16节到21节。16节。所以，阮对他无搁再根据人的标准来判断人。虽然阮捌根据人的标准来看基督，对他阮无搁再安尼做。无论是虾米人，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旧的已经过去。新的已经来到，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。伊照着基督，互咱通甲上帝和好，佮甲阮传和好福音的职分。阮所传互恁的信息就是，上帝照着基督，甲人建立和好的关系。伊无搁再追究因的过错，并且甲伊甲人和好的信息交托互阮。因为安尼，阮做基督的使者，上帝亲自照着阮来宽免你。阮替基督请求恁，互上帝互恁甲伊和好。基督是无罪的，可是为着咱，上帝互伊担当咱的罪，互咱照着伊，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以上，愿上帝的话，成做咱的快乐甲帮助。现在起是玉山神学院纪念主日，院长布辛达利牧师所要带来的信息是：做基督的大赛，做基督的大赛。请咱大家恭敬来听。各位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真欢喜，搁一摆来到恁的教会，代表阮玉山神学院，甲你感谢请安。特别是过去我做院长的重工到今仔日，已经是21冬的时间。你的教会不只真关心阮玉山神学院，搁参与伫玉山神学院的建设，甚至阮有拄着问题的时，你教会常常提供阮真济的经济，互阮伫玉山神学院通伫教育培育未来做上帝的工人，上帝的奴仆，即款的使命有信心来荣耀咱的上帝。你敢知影？可能恁教会都已经袂记得，阮玉山神学院伫这个迄个男生宿舍，恁教会有奉献800万，用心来修建阮男生宿舍，甚至夫妇宿舍嘛是献500万。去年嘛有这郭敬恩弟兄嘛为着阮的一间老师的宿舍，差不多嘛有500万，甚至去年咱台湾拄着真大问题，
就是 COVID-19 这个代志，甚至提升到三级的防疫的时，拢总教会伫遐线上礼拜，真正是咱教界奉献真少。我感觉为培友上帝感人有拄着真大的问题，当时恁教会知影，阮拄着问题的时，通过恁的中职安尼开会，关乎阮玉山新学院200万，对我来讲真大的帮助，真感动。所以我伫要7月底，我伫要下任21档的即款的议长的时，我今仔日主动，我来到恁的教会，甲恁感谢，愿上帝纪念恁的贴心。上时我会甲人讲，我是一个住伫新竹原住民的泰雅族的一个牧师，我伫玉山新学院教册，真正是无得用好多话教册讲话，所以要用好多话讲道，对我来讲是真大的惊吓，甚至讲话练等，毋茫伫你心手为我祈祷。若是听话时，毋茫奉献啦。那听话时，毋茫你个加奉献，参与伫玉山新学院啊。所以，愿上帝伫咱中间组织伊家己的时间来感动咱的心。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的奉献主日。我真意爱通过读到咱所读的经文，用做基督的大赛这款的题目来甲大家分享上帝话。讲到这个题目做基督的大赛，伫咱基督教的真济版本的圣经翻译做书籍。特殊台语的白话语翻译做钦册，无论是书籍、特殊、钦册，意思就是讲，咱是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拢是上帝所拣调的人，咱毋是干那要做基督徒，享受礼拜学乐上帝尔，上帝互咱真大的使命，就是来做基督的一个大赛，这是咱真大的使命。问题是，咱未知影要做基督的大赛。第一点，爱有基督的生命。第17节的经文。安尼讲，安尼无论什么人，若甲基督结连，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但拢被做新的。这是旧的台语，迄个白话语的翻译的一个圣经。我感觉讲有一句话。白话语、台语的翻译，真正是真有意思，真的是很贴近圣经所说的。过去有的版本圣经讲，若点伫基督，咱毋是干那点伫基督，就是咱做基督徒，咱的生命爱甲基督的生命。结连作伙，这就是真要紧的、真有真深的意思。伫遮甲人讲的，就是咱的生命，若是真正点伫基督
甚至咱的生命会当甲耶稣基督嘅结连的时，伫这个中间，伫信仰上发生了一个真重要的化学变化，在信仰上，就是什么化学变化呢？就是耶稣基督嘅生命加做咱的生命，咱的生命嘛是加做耶稣基督嘅生命。这就是保罗常常讲的，咱要有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咱的心、咱的信仰、咱的服侍，甚至咱的疼痛，那是咱对耶稣基督的生命做伙时，无力的信仰加做有力的信仰。袂当去做的上帝事工，咱会真大的开力去做一个上帝的工作。所以结点真正是真有意思。咱的生命加做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嘛是加做咱的生命。亲像今早起咱伫遮礼拜时，有一个光伫遮照耀我们。若是有一个白白有一个日光灯，那无甲迄个有电结电的时，我们空有日光灯，没有办法照明，让我们在这边有光的来照，来在这里一起做礼拜。伫这个结电的意思就是安尼，咱的生命本地讲无迄个光，总是当咱的生命甲耶稣基督的生命结合做伙时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光加做咱生命的光，来改变咱的心，加做愈来愈像耶稣基督的生命。各位正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去若有耶稣基督生命时，伊的生命通改变咱的生命，加做一个得救的生命。基督的生命通改变咱的心，加做欢欢喜喜来到伊的教堂底下学乐咱的主。搁欢欢喜喜做伊的事工来服侍咱的上帝。伫咱的生命内底，若真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时，耶稣的生命通互咱有真大的快乐，来做基督的大事，为着基督的生命做见证，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第3章前，咱来抄英文总统人民我做宗教自由修人的大赛。通讲是每一档有至少是4摆5摆的时间，要出国伫遐来为着台湾是一个。努力要做一个自由、民主、公义、和平这款的一个国家，加做一个亚洲民主自由的一个灯塔，甚至咱的台湾国家是一个尊重人权、宗教自由的国家。咱台湾的国家无亲像中国迫害宗教，甚至有一寡教会将教会是一个拆起，甚至将一寡牧师、信徒掠去关伫监狱内底。所以做基督的大事，就是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伫咱台湾社会。宣扬，
伊疼痛咱每一个台湾人，伫你的厝内，伫你的朋友，伫你的同事中间，伊知影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时，会当感动伊的心，诚侪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一个基督徒。所以，咱伫遮要做耶稣基督的大使，咱是互耶稣基督亲自人民做伊的大使，嘛是做上帝国的呈现的一个上帝工人。因此，恁教会逐年所支持、关心、奉献、参与的玉山神学院的建设，可能你袂记得，恁为着玉山神学院奉献偌济、参与偌济，总是你所做的代志、事奉，拢是互上帝知影。伫玉山神学院做上帝国的大使，伫原住民社会甲上帝的罗卜做上帝的罗卜，所以伫信仰上，玉山神学院值得咱每一个兄姐伫遐关心、支持甲奉献。第二点，咱咧做耶稣基督的大使，就是传上帝的信息，就是爱传上帝的信息。亲像19节的圣经甲人安尼讲，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：上帝通过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，伊无过追求因的罪过，却将这个互人和好的信息交托互阮。所以对安尼来讲，咱做基督徒，毋是敢若停留在信仰的顶面尔，就是咱的信仰会当对咱家己的生活来，咱家己的厝内，会当处处甲别人分享的一个上帝的疼痛。对咱所读的这几节经文，上帝互咱有真大的使命，就是爱传上帝信息。这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受难、死、甲复活的一个，互世间人和好，甲咱的上帝建立真好的关系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传上帝的信息，就是爱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对咱的生命，甚至对别人的生命，提供一个祝福的一个福气，互别人的生命嘛，亲像咱基督徒的生命，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同款。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9节16节的经文安尼讲：我传福音，并无虾米通夸口，我是奉命来传，我若无传，就有灾祸。问题是，你免怎样传上帝的福音，毋是干那用咱的嘴讲出上帝的真理，真要紧的代志，通过咱的生活，通过你甲别人的互动的中间，互别人知影你的生命甲因的生命无共讲，你生命有信心活伫世间内底，
检测有咱拄着真济代志，甚至咱有一寡信徒拄着这个 COVID-19 的代志，伫顶面伫伊的厝内，总是一心永远期待、希望要期待上帝的意志伫伊的心，对未来永远是有信心的这款的基督徒。保罗伊伫遮甲人讲的，出做基督的大使真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我若无传，就有灾祸。保罗通讲是一个真够传上帝福音的人，因为伊将上帝福音传到对迄个耶路撒冷、安提阿所在，传到欧洲的所在，传到迄个未信者的所在，别人看到保罗的生命有即款有即种的快乐自信，虽然拄着真济的代志，甚至他常常讲说，我大概有4次差一点被人家弄死了，可是他仍然还是有信心，很快乐的去分享他的生命。递到迄个未信者感动伊的心，我嘛是爱相信，才会带我互有信心、有快乐这款的生命。你为正兄弟姊妹，之所支持有3神学院的神学教育，就是用上帝的福音拯救台湾原住民的生命，因为我相信，就上帝的福音有真大的快乐，不但会当改变台湾原住民的生命，而且嘛会当大大祝福原住民的生命，甲今仔日原住民的生活。所以我常常提醒未来咧做原住民的传道者的学生，甲因讲，爱服侍上帝福音正经，因家己的生命爱互上帝的福音改变，安尼才会当伫原住民有经验来咧传上帝福音。第3点，勇敢承担的人。咱做基督的大使，第3点就是勇敢承担的一个基督徒。亲像21节的经文，保罗甲咱安尼讲：上帝好无罪基督，为着咱的缘故，假罪有罪，互咱通靠基督甲上帝建立合宜真好的关系。对这节的经文甲咱讲的，咱知影主耶稣基督真正是一个勇敢承担的人，伊为着世间人会当甲上帝建立真好、甲合宜的关系。耶稣就是咱的主，真勇敢担咱的罪。直到耶稣伫咱的主、咱的上帝的眼中，无罪的基督，假罪有罪耶稣，这是真有贴合的这个哲学的语言。总是这款是真有意思。耶稣基督本来是无罪，总是为着承担咱人的真济的罪恶，直到伊伫上帝的面前假罪一个有罪的基督。用华语来说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只要世上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得救了，我下地狱
也甘愿这样承担。亲像伫迄个澳门，美国的教会对了教会，有一个第二师，周牧师，伊转去伊家己的教会时，伊看到一个人听到迄枪的声音的时候，他什么时候他没有什么考虑，他只考虑说不要让这一个枪来伤害在做礼拜的在一起吃饭的这些人，他就有那一种勇气来怎么样阻挡啊？可是从他坐的地方要到有一段的距离，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发出了3个枪的这个子弹的一个声音，最好他就牺牲了。如果他没有扑向他来阻止的这一个枪杀的时候，可能会造成所有来礼拜的人生命真的是瘫痪，准备把教会全部都要烧起来，真的是很恐怖。所以咱耶稣基督的这个生活内底，就是为着咱人的生命会当伫上帝眼中得到救，所以伊敢担咱人的罪恶。所以得到无罪基督，假罪有罪的耶稣，甚至耶稣愿意担当咱人的罪，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。所以，伫耶稣基督这种愿意、勇敢、担当、承担的这款的心，伫过去约山城下伊的义长中间，嘛是做过我家己的老师，我家己的义长啊。伊就是咱大家所熟悉的人，就是郭俊明牧师。伊伫60多年前，伊看到约山城下伊需要老师，总是无老师愿意去约山城下伊。伊伫台南城下伊要邀请伊做台南城下伊的教授，伊拢无接受，甚至伊南部教会有真一大间教会邀请郭俊明牧师伫牧会，伊的心安尼讲，我即摆心伫原住民弱者的一个原住民宣告，所以伊家己愿意，甚至欢喜来到约山城下伊来做教授。培育约山城下伊学生，甚至勇敢承担约山城下伊的真济的苦难。你敢知影？伫迄个时阵，当郭俊明牧师来到约山城下伊的时，伫迄个时阵约山城下无家己的校园，无任何的建设，通互学生上课。无家己的土地，甚至无一个老师，特别是本地教会的老师愿意来到约山城下伊，因为那个是后山，要去那边交通又不方便，从寿丰要走2个路的路程，从花莲要走3个小时，我愿意来到约山城下伊，可是。总是郭俊牧师，伊愿意来到约山城下伊，驾车甚至做约山城下伊的义长，为着伊伫伊的任内，为着阮约山城下伊买25甲的土地，去教堂、教室。老师甲学生的宿舍，
甚至将玉山城下伊建设一个山上的花园，愈来愈多的旅客欢喜来到玉山城下伊，来祝福通过这的奉献来祝福玉山城下伊，总是真伟汉的代志。个准备牧师伫3当前2月14日过身蒙主恩葬。伫个准备牧师的遗言中，就是他的遗言中伊安尼讲：伫我的信仰中，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伫世间的时，是一个人主连靠头壳的所在拢无，枕头都没有的一个人。伊愿意担当人类的罪恶，行了伊的生命最后的路程，迄是一条真艰苦、孤单的路，无个别性，也无真济人送献。听了个准备牧师的生命见证，实在是真感动。我伫玉山城教册，嘛是有这款的担当的心情来做玉神的义长。个准备牧师通讲是一个基督的大使，伫原住民的神学教育中，完全奉献伊的生命，奉献伊的智慧，奉献伊家己的疼痛，甚至奉献伊家己的信仰，来祝福阮玉山城下伊有上帝拯救的疼痛。所以今仔日当咱今仔日咧纪念玉山城下伊的奉献主日的时，恁教会的关心，也是你家己的关心，祈祷，无论是奉献偌济，参与伫上帝的这款来补足我们的需要。为着玉山城下伊，你伫遐勇敢承担的人，甚至通过你的奉献，加做咱主耶稣基督的大使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。借着保罗的信息，让我们知道，耶稣基督他为了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，愿意奉献给我们人类，来祝福我们生命。求你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，如同高居民牧师一样，也能够透过他微小的生命来祝福玉山神学院，来见证你的福音跟耶稣基督的生命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感谢院长布辛大利牧师的勉励，期待互咱会当学习，真做上帝的福音的大使。只是请咱来吟诗，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324首，大家勇敢同齐脚步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Alleluia.
煞接今日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今日的奉献的方式有一寡改变。因为礼拜煞了，伫咱的门口外面有奉献箱，咱直接自由来伫遐做奉献。伫线顶的朋友会当透过 QR code 来划拨，还是用信用卡，甚至你会当用袋啊，将你要奉献的放伫袋啊内底。当你来到教会做实体礼拜的时，较做伙奉献也是会使。这是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逐日赏赐阮丰盛的恩典伫阮中间。无论是肉体的饮食，也是生命的灵粮，阮拢得到你满足的恩赐，互阮的心灵拢得到永壮。即马将你所赏赐的金钱甲才能献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欢喜甘纳，也恳求圣神感动来查劝阮，通成做你好的器皿。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这是要来报告，请咱来看周报，掀开周报第4页。本会消息：第一，本周特别事工，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玉山新学院奉献主日，感谢玉山新学院院长布新大理牧师。代表前来本会做第1场甲第3场礼拜的正道，及请安事工的报告。愿上帝赐福玉山新学院全体的师生，伫学习甲侍奉，拢会当得到上帝满满的祝福。咱若要为着玉山新学院奉献，会使伫咱的奉献袋啊顶头特别来注明为着玉山新学院奉献。第二，遗体关怀，本会会友林宝贵姊妹伫5月12安息出怀，定伫5月25号，本周3上午10点半伫新北市殡仪馆三甲新华园明德厅，要举行入殓个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来安慰遗族。这是要请咱主任牧师来补充的报告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毋知咱中间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，牧师来介绍。好，咱即马伫疫情的中间，咱特别伫实体甲线顶拢有真侪兄弟姊妹，咱同齐敬拜上帝。希望讲即疫情会当赶紧来过去，咱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。所以咱特别为着这代志来祈祷，
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伫阮任何的境遇内底，你拢会当伸出你大能的圣手来帮助阮，互阮会当专心倚靠你。阮特别伫即个疫情哪来哪严重的过程中间，阮专心仰望上帝，求主亲自赐福。特别顾守看顾教会中间所有的肢体、所有的兄弟姊妹，互阮得到你所赏赐真实的平安。阮特别要将阮中间心神软弱、肉体软正的兄弟，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亲自赐福看顾。当阮心事累积、失志的时，求主你亲自安慰、扶持、看顾。当阮肉体得到病痛，求主你亲自医治、照顾。互阮伫你丰盛的恩典内底得到真实的平安。恳求主，你互阮伫即个时刻，会当领受对你遐来丰盛的疼。伫教会的中间，伫小组的中间，伫团契的中间，会当彼此联络，互相关心，互相扶持，来经历即边的疫情。恳求主，互疫情赶紧离开阮，互阮恢复正常的生活。阮将这个事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亲自赐福。阮特别要为着玉山新人院来祈祷，求主亲自带领赐福，互即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学院，互内面的老师、学生因共同学习，彼此成长，来当拍拼做工，来成做你所使用的器具，将恩典福音会当分享出去，来延光你的圣名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免。请咱即时来吟上咏513首，吟诗后请布辛达利牧师来祝祷，请咱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信心的交通，甲因带家己伫咧，对伫遮到全世界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绿岛社温强受车恳。
感恩